由胡杏兒同黎耀祥主演嘅《巾幗梟雄之喋血長天》3年前已經拍完，因為劇集太多重口味情節，又有杏兒俾唔同男人強姦嘅場面，搞到無線遲遲都唔敢播出街。呢個星期大家最有幸喺電視度睇到呢套劇啦，播咗1個禮拜啦。其實套劇有幾特別呢？首先係劇情勁重複，第一集胡杏兒飾演嘅張寄生唱咗3次《春天裏》。有網民就話睇到有少少煩啦，又話演胡杏兒盲人老豆嘅于洋成晚好似淨係識得喺度講我眼盲啫，但個心未盲，話唔定監製都係想突出杏兒有幾慘啫。去到第2集，杏兒仲慘啊，講佢俾日軍捉咗入柴房慢慢嘆，之後佢全家仲要俾黃子恒飾演嘅日軍槍殺，然後杏兒又要再俾黃子恒拉入柴房凌辱啊！呢幕強姦戲唔止1秒㗎，仲拍得好認真。不過呢，因為尺度問題，電視版本就 cut 晒㗎啦。難為杏兒咁認真去飾演呢套被姦嘅角色。不過觀眾想睇都有辦法嘅，咪就係去 myTV Super 睇足本版咯。不過套劇都有值得讚嘅地方，就係謝安琪主唱嘅主題曲《孤嶺花》真係好好聽，終於唔使令首歌變成滄海遺珠咯。望着兩個淡淡背影，雲霧裏難再看得清。